大家好啊！今日係3月23號啦，好多粉絲問乜嘢時候可以補果，你可以點收藏視頻，以後都有用嘅。呢啲妃子笑好似咁樣呢，就可以補果啦。睇到未？冇花謝花黑絲啦，我哋用小某標麗花使者50克，加10%嘅稀酵素，30到40毫升，兌水100斤，大水量去噴補果。可能講到幾，會有個別粉絲問稀酵素做乜嘢比上次加嘅多？我咁同你講啦吓，稀酵素嘅用量係會隨着個氣溫改變而去改變嘅。如果超過25度嘅溫度，我哋嘅稀酵素呢就要適當咁去提高。隔1個星期後，我哋再用麗花使者加防蟲防菌再補一次。其他品種一般係冇使加稀酵素嘅。你喺佢冇花謝花之後再去補果，同妃子笑個用量用法係一樣，唯一個冇同就係一般情況下冇使加稀酵素，睇情況啊，冇係千篇一律嘅。小某標麗花使者係針對果樹落果問題去研發嘅，可以有效咁緩解落果嘅問題，果實昆韌。我哋補出嘅果呢，對後期嘅膨果、着色都係好有幫助嘅。但係話又講回來，任何一種補果素都冇係100%可以幫你補到豐產嘅。如果太惡劣嘅天氣，你就用乜嘢都係冇用嘅吓。所以但係咧，我哋要做好我哋每一步工作，我哋識個方法，我哋做好啦，剩低嘅就睇運氣同埋個天氣啦，係嘛？未備好嘅朋友就可以點擊左下角購物車落單，祝大家萬事如意，順順利利。